Yeah.時代變幻 ，AI 巨浪翻飛，留低確定性俾細路去準備。唔係外判判斷，教晒俾部機，人機去協同思考先最完美。重點唔係用定唔用，要睇通過利弊。有啲學習過程 AI 絕對唔可以代替。讓學生負責企定自己個位。AI Pedagogy 打開教育新一頁嘅氣勢。五大原則記住唔好忘記。第一，關鍵決定學生自己擔起。第二，製造差異，選項唔會單一乏味。第三，學習歷程留低判斷印記。第四，人文關懷創作見到自己。第五，老師設計界線由你畫起。如果只係當作手叫 Pedagogy with AI， 淨係教落 prompt 教功課極快，效率雖然高咗，但學習本質冇咩更改。我哋要 AI Pedagogy 方向要裝載，重新思考點教點學，由核心去拆解。A 提供多種觀點等你去了解。比較選擇修正思維大放異彩。五大原則記住唔好忘記。第一，關鍵決定學生自己擔起。第二，製造差異，選項唔會單一乏味。第三，學習歷程留低判斷印記。第四，人文關懷創作見到自己。第五，老師設計界線由你畫起。唔單止睇產出正確歷程，反思先係主宰。穿越浪潮穩定性點樣見？啟動好奇自主自省能力復現。教育嘅真正價值唔係鬥快鬥閃，而係培養識思考肯負責嘅青年。Flip Better 嘅初心，我哋一齊去實踐。